现代人因为生活作息无正常，造成引发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几率嘛提悬。但常常因为平常时无咧注意，常常发生的时阵，伫短时间内底就会造成真严重的结果。安南病院副院长陈伟华呼吁民众必须要有健康检查的好习惯，才会当伫疾病发生的时阵降低恶化的几率。我觉得壮年是最容易忽略自己健康的一个族群。其实因为现在的这个大家的生活饮食有点西化哈，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运动量不够，然后也比较没有常在定期的这个抽血，所以不太知道自己身体有没有可能已经出现三高的一些情况。好，那所以有时候因为这些忽略，然后长期累积，又加上因为是青壮年，所以常常都会在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。那我们今天这4位患者哈，他们分别是发生了冠状动脉心脏阻塞疾病，然后发生了这个主动脉剥离，还有发生了一个副主动脉瘤。好，那这些都是我们心脏血管疾病里面算是比较高危险的一个疾病。好，那因为心脏跟主动脉都在身体比较深层的部位，所以有时候一些表征的这个症状没有那么典型。好，那所以有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在发生了急救的时候，好可能才知道原来自己有这些疾病。安南病院今年初抢救一位伫台南科学园区上班的陈先生，半暝上班的时阵，常常甲倒落，送到安南病院进前，心脏都已经无咧跳啊。经过抢救，顺利甲性命甲救回来。伊嘛非常的感谢，伊会当伫安南病院受到遮完善的照顾。其实心血管疾病是这样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持续出现一些症状，它不是偶尔一下，它是常常持续，比如说持续的疲累，好，或是持续的胸痛或胸闷，或是持续的一些脏器疼痛，哈，那当然这些可能就是在告诉你说，你可能已经发生的这些心血管的问题，好，那因为这些脏器在身体的比较深的地方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还是及早去做检查。好，那透过一些简单的检查，哈，甚至可以透过公司行号会提供的各位员工的一些健检，好，包括不管是一般的还是高阶健检，其实都有机会可以早点发现这样的疾病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，如果家里面有病史的话，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一些亲戚可能有类似的，比如说这个主动脉剥离，或者是高血压，或者是心脏血管阻塞的这个病史的话，那也要提高警戒哈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很多心血管的疾病都是有遗传的关系哈。所以当下是完全都不晓得，是事后在听同事讲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些过程。那也很感谢陈医师把我救回来。这个其实7%不是，还是要靠医师的医术，还有团队的合作，才有办法把我救回来。虽然现代文明病真济，但是随着医疗的进步，会当好起来的几率嘛渐渐咧提悬。医师要提醒民众，一定要固定做身体检查，提早发现才会当提早治疗，才会当有更大的机会当较紧回归健康的生活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